沙路，有陪有保释。顶过我有讲这个40千几劫以前有了这个苏梅达，伊做圣人了，伊就来做牢了，认定佛来，即认定佛来了时，伊本到做牢了，伊卡伫向边啲头埋位，系这个大官。佛世做后过，我要做佛上家路，就佛自己去，伊就是菩萨。then after 伊做菩萨了这个佛讲虾米40千几劫后。未来你成佛，你命虾米，甲了隆重讲出了，这个就是讲伊成讲，互伊知讲，伊佢自己去，伊就是算做菩萨了。到未来来出世做是达到太子，安尼讲话伊就受这个菩萨的苦。所以今日我就是要讲这头一个波罗蜜的事。after 这个认定佛，讲伊未来会成佛。头一项工课伊一巴，大啲点，一直关，一关虾米？一关看，到底我若是要成佛，我就要做虾米？这个意思是上关了看到，拢总有人要成佛，就要修这个10个波罗蜜。这10个波罗蜜就是写10个人品characteristic， 10项伊就要完全300讲，无一个人会赢伊到咱这个10项。伊看到就是啥物这个10项：布施、受戒、出家、智慧，甲这个正情真骨力。了第6项就是堪知忍辱的吞忍，了第7项实在，第8项决定心，第9项伊自卑，第10项伊心平平。这个10项伊要完全甲300项，我逐个讲考的时啊，就要100分。无若是 still 99分 ，still 也袂个淡薄起格个，所以要做。安尼你个观看，当然这10项安尼这项，我要做到落1项头先。像咱一个人有10项的工课，安尼要紧要做，唔知要做到落1项，所以伊这边本就要观。安尼一观看，头1项是爱完全这个布施的波罗蜜。这个布施的波罗蜜，咱要知到伊若是来观看呢，咱本今日咱是一个人。咱今日要想要直直来做好，结尾要来想讲离开世间。咱本就要头1项，逐个我伫讲的经论听看，布施、受戒、戒善，头1步呢布施头先了。有虾米这个理由来讲，虾米事你就完全就要头1项这个布施，袂切甲8项。袂切甲讲解会啥地位节，还是骨力节，无头1项布施。虾米事有了虾米事，咱就要互这个就要训练布施头先，有了8个理由。这个咱这个10项是正大个，就是咱的布施心。头1项你知。拢总众生大伫世间，无论伊是禽兽，无论伊是鬼，无论伊是人还是翁公，逐日加减有加做布施。你人唔通看，你看我听讲有时乌鸦，阿嬷若是老了，这乌鸦较大只，伊夹伫喙，搁伫饲阿嬷，甲饲阿爸。你看，有一只你狗仔无通食咧，你狗仔生一巴了，你看伊狗仔若是这较大只的时，你看伊去夹虾米物件，我会记讲，一日我大伫母鸡伯仔的时，咧伫巴点声，有一个狗
ចាំ無ចាំ嘅狗驚個人去掠，看到啲巴，按照狗驚就掠對來，就掠對來，我看伊馬是像個山狗啊呢，吹驚吹無，過來吹咗，咱你看伊去加蝦米禽獸來互伊驚食，這個是保屍。所以你看禽獸本真正係保屍，所以一個講頭一個你有蝦米事保屍就真正頭第一條要緊，就是講達嘅眾生。嘅咁樣訓練，我嗰時做工嘅點聲，我大啲當中南無丹啲做工嘅時，我係記無達錢，你人在無達錢嗰時就做賊啦，做蝦米啦，拍真係濟人蝦米個了。and 伊本你看，伊要斷開嘅點聲，尾啊政府啊，叫伊就成講就死罪 ，and then 伊大啲當中南無丹嘅老官厝，伊要斷開嘅點聲，伊拖。我要好誒，目睭、腰子、規身軀袂，蝦米物件叫伊來摕。所以你看，安怎惡嘅人本買來啊，伊會想着講，我愛食減做保屍。所以你人今日精神，第一本有加減嘅累，你人我要求你人加減做，唔使開濟累。一包嘅那是羅馬，我咧那是羅馬，半有三倍有，夠日了。第二項嘅理由啊，actually 安尼十個部落邊啊，第一應做就是保屍，是講力過淡薄，唔通自私過頭，一下啊看到人，哎呀，一個去食也無通食，摕100錢啊，嗱，互伊搏，嗰個本是保屍。你看武打講一條經典嘅話白講，你若是食飯了，你摕一個水甘啲喙。你要去配嘅狗，特別你看到佢哋一個殼有糊，你再講你糊無咪夠食，你佢一個水啊，夠有靈啊拌了，你去去配出啲佢哋水殼，特別你意思是講嗱，這個拌好多人去食，佢哋本是保屍，所以這個 easy to practice， 第dalam 10項，第一 easy 叫 easiest to practice， 第3項，那是批評嘅這個。10項啊，嗰是保屍嘅功德真正少，評個8項嘅部落邊啊，伊嘅功德是真正大。特別你看第一少本，你看一個人伊保屍一頓，伊來，嗰是一個人，佢唔是講真誠心嘅人，伊是一個謙虛人。特別佢一日伊保屍，就無點伊堅持接伊去保屍，and 佢一頓飯。可以來出世，7世大富翁。所以你看，伊是真係佢在嗰啲10個部落邊10項，你人來是訓練啊。嗰是保屍是第一小嘅物件，特別都本第一小，你看安尼想。嗰故事我大啲一個人抱住講經咧，就無點一個制度嘅話，就無點講問題。我聽講你之前好我一個 number 啦，好無？我講啦，我好你一個 number 無 number， 我唔係好你 number， 我好你啊，一個人買來會好你賠你988千，哈！一個人會賺998千啊！你我大點啦，愛無人愛無，大人唔是一個人我愛哦，規個好嘅人，我人愛啊，要聽看，安怎一個人會賺998千？就我講，你看一個人你買麵甲菜，你保屍一頓，伊係出世7世一世那是18年啊，7世18年，18年一年365日，你multiply 365，嗰multiply 一日食3頓，有當時食4頓，所以你算看900幾千個咧。就大大你講無，即係上久嘅人買人會貪嘅啊！所以第4個理由啊，因為這個保屍嘅功德是這種人啊，對保屍人好嘅，對保屍人真正大項照教。所以今日你人看，安怎嘅裏頭啊，來安尼樣，基本安尼樣。結尾我無咪存類，所以這個保屍其實道路唔對，你講嘅道路唔對，對一項啦保屍啦。今日你看有個人啊，類
人讲无会讲出在都落诶，落咧出来都开。安尼虾米事？伊保持满满。所以这个第四项诶理由就是讲，安尼咱来大伫这个世间六道轮回啊，头一项第对象是啥物啊？第一有累，唔通着饿。人若是唔通着饿，第一有累。我去到路人讲第好，做一个好，做咧好，我加加减减我会对。到你若是无咧福气，你要对安怎对？特别福咧减啥？安尼巧的人本有对。你看几哪个家头毛正切的查某人会记我咧坑，摕盐水盐的水来敲了再来大啲火团啲补，然后一大捧，安尼伊本摕来保湿。今日本出事啲停定，所以你看拢总一个保湿啊，伊讲 it matures in prosperity， and 今日你人看，有的人啊真正来咯，去到咯有真正有事，这边有事，那边有事，这边那啥啊，真正一项高速路啦，哈咪啦，还是讲看这边看苦，那边看苦，安怎样一苦来，特别达过有贵人来。这个贵人来，本是对得到落来，本是对保湿，因为保湿是对这个要紧事项，才清大甲破病。所以你看有一个人啊，伊若是破病啦，故事啲大浪人，然你看伊贵人来呢，拖伊是惊我带你去这个所在，拢种 free and tibet 的物件，所以这个是叫做贵人。特别真正这人啊。无相信这个物件，所以去到路因若有事啊，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做虾米做虾米，未趁累，也是个破病。像我正还古讲一个查某斗卡手，伊个颈指手指，然我就偏解讲，我要载你去老公厝，我要甲老公讲，这是我的孙仔来。你看，伊无福气，通拄着贵人，伊拄着伊拄着一个。这个像讲小人甲伊讲咩？哎呀，恁来囝手指啊，你去互老君厝，伊咧手着旧迄角，老君厝带着爆阿毛花，爆阿毛偷起来了时，咧手歹了，就去旧迄角了。所以听了就请惊，咱过就去找300块，咱今日你看伊这个人笑开手，只要他那30几岁了，有一别人甩。所以这边人看，贵人来到面前了。伊无福气，这边这小人来作乱。咱过一项，直直保湿，人的心直直软。有人看就偷那一个人唔捌听经的事，你叫伊保湿，哼，保下面是保家己保岛的思想就搞了。所以这个就是讲伊袂啊，特别那是听经了，今日世界。有累无累是对这条路对保湿，然我就要加减来做。特别你头一道要做的时啊，你看我若是有影去个厝去甲伊讨食啊，我早一只听就保湿啊，他那只去只下来。头一道保湿啊，伊是好路无好的物件，伊境卖的物件好路，所以饭无正少伊卡咧饭皮好路，然若是牛奶鸡脚穿甲鸡脚好路。后来就是讲是真正好，特别若是人直直做啊！你看，结尾来伊直直看着我行，安怎这老人行好，搁要点，哎呀，极限啦！你讲唔通点好就温软食饭皮啦，一般是好的饭本可以食，你这个鸡腿烂的可以一地去啦，这鱼本可以一边去，故事是鱼头可以，鱼尾可以，摊那一边，所以这边啊，这个。这一个理由就是讲啊，直直保湿人的心直直软，像一家安尼就拍了直直软，你要可以弯，你要可以直。过一个理由，伊 change your character， 人若是直直大量，像讲伊是心直直软了啊，伊人品直直无像，伊人的款无像，伊看破了。那是未看破的人啊，有当时啊，那是四本就担保成立啊，实在伊是好嘅人啦，四本就正10千啦，伊要去跳老师了，伊未看破。
所以若是讲你渐渐会保持了你人的 character， 你人品直直变，你较会看破的人。有时人做你做啥物？哎呀，伊会输啦，我歹拍插啦，伊可以去担会做。所以这个就是讲，你管事伫做好的人，你心直直软，你现款无相了。嗰一个理由 ，it means divided society。啥讲你人若是住伫厝内啊，无平安啊，啥物阿哥伫看衰阿咧伫认阿哥，阿姊伫认小妹，小妹伫认来认去。特别若是讲今日，若是讲你捌听经了啥，你较有大量。自己敢买物件啦，小妹，嗱我买一个互你。其实咧，小妹本正故事甲你无啥物啱的，啥嘛？你特别你若是有大量，你渐渐买物件互伊。他等问咧，我买互一个阿姊，他买互只阿哥，安尼真伊人来变。所以你人看即个波斯啊，伊是像啊一个阿摩灰呢，心面你规家完全。若是一个阿爸伊大量，囝该做啊，阿爸我安尼。啊，摕去用，唔通你大耍啊！这个好，迄个好，这个囝好，迄个囝好，啊是大囝本趁着你本好来好去，你好来好去，这个家庭真正和和合合。像你做阿哥，你点点去好阿弟，那你若是阿弟做唔对，你话伊也咪讲伊阿哥是咩了？伊人较有听话。那你若是讲啦，这女本无好，自己咁看着要拍要虾米？臭阿哥、小阿哥，自己干嘛呢？无人笑，无人阿咩？所以你看这个波斯啊，就完全，红姐本是上有时自己干唔搞咯，自己干唔搞咯。有当时跌到都唔对，大波人女上啊牛车链，查甫人讨价下面一卖，这个卖好咧卖，你卖下面安尼做做咩？你自己干查甫人开水过来，特别伊无面滴呀。特别你今日若是查某人开喙甲你大量咯吼，有咯吼，来无你讲 sorry 啦，我无你看我接受是安尼，我互你安尼做了。听台湾若是讲有谈下面，我互你较加好无？哦，听了爽好啦，所以一个你看这Cement society， and 直直保持人直直无贪，这个就是讲啊。因为虾米事，咱来大伫这个六道轮回，无论咱是做禽事或做虾米，咱逐个是这个贪害死咱。你看这四谛法就讲啊，拢总来出世是来打苦，这个苦对了，对这个贪，这个贪就久了，几百千million事你就无数目通写。这个贪啊，今日人你听经了，你会晓直直放。阿莫话讲直直 let go， 所以你看这咩袂哦，上个你知有时咱用胶皮用 stamp 搞啲 envelope， 了 envelope 打了，要贴咧 stamp 袂贴了，所以你得安怎做？这个 envelope 啊，这皮囊你就要浸水，浸了它等于 stamp 碰了时，你摕起来把你只下，所以咱啊几百千million事啊。渐渐贪，渐渐爱，渐渐贪，渐渐爱，渐渐执着。所以今日咱要来拆开咱的这贪的心，咱就要训练这个波斯，像个这个 envelope 摕伫浸掉这个滚水。特别要训练这个波斯啊，咱就会有了这四项。巴利话是叫乌沙哈就是啥物啊？爱骨力。爱保持甲三百，爱有影讲啊，三百咱100%稳了，袂落地击了，袂讲去出事伫苦的所在了，死了是天顶，咱就渐渐做甲惯事，唔通3日风4日雨。第二项有芒噶就是知识，咱的保持是咱有功德。有了这个功德，咱唔通渐渐讨讲，哎呦，我这个功德，我保持这个功德，你保庇好我，真正好家，伊唔使讨伊家己来。像我讲，为查某讲，好了，我真正水甲他们大波看着我，大波笑到我，所以这个就是讲，无用这个知识来做。
tapi搞呢不得讲，用这个波斯and 土讲，今日我波斯这个功德，刀卡手和我脱离这个生老病死，唔通来渐渐出事。and 特贵咱来出事，咱是来打 call。加减有食目油，好嘅人本食目油，丧嘅人本食目油。好嘅人嘅目油无相，巧嘅人目油无相。巧嘅人伊是因为无通食，家己无通食，某无通食，囝无通食，想起来安怎嘅命安尼歹，拖到半死，安尼流目油。好嘅人有钱嘅人嘅食目油无相，有钱嘅人是看，哎呀，我呢有钱。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เราอันนี้ค่อยเท่าอุลุยว่าตาโปลังพาเจ้าตาแม่ตุ้ยไรจีสาเตี้ยมอันนั้นตุ้ยไรสากูลาขี่ลาแกบริจะดันซิงฮอลามีเปิ้นจับบักอยู่อันนี้ว่าโหยะย่าเปิ้นตัวซึ่งไว้แกเฮ้ยเปิ้นใหญ่คออันนั้นอุเวซีนอันนี้ว่าโหยะว่าสิ่งที่ตัวว่าโบจำเสียทางก่อไว้เนี่ยไว้แก่เสียก้องโบหลังก่อชอบปิ้งที่เดียวแปรหุ่นอันนี้อยู่เลยมันจับบักอยู่ว่าทวงกับภาษีเจ้าขวาแก่ไหลซึ่งบ่ไหลปวดเลยว่าแก่ถึงว่าวินโหขวาแต่วิลาวินจินยาขันเขาอาศิก้องอุตังสีโบลุนลูกสิเขียวโบลุนลูกสิอุลุยแกนเซอร์ไหลลูกอาศิติเถียอาลอยว่าอันนี้โหยะถ้าไม่มีการว่าโบโจว่าตุตาหังว่าตุโจอันจ้องที่โบบักอันจ้องเขาว่าจะเลยแกนเซอร์ไหลที่เถียกันสิ所以จะเลยไหลชุดสีแล้วมีใจสิใจตาเขา所以搞嘅人不得講嚟，啲波斯嘅點聲拖講好啊嚟脱離這個生老病死而跳出這個苦海。第三項是 stability， 啊我睇啦 stability， 在，有影我今日去聽經，我今日要直直做。這個老人嚟講經啊，伊唔是講啊做你波斯，就無講波斯是安怎，波斯是安怎，伊講你去到你位，你看你應該你就鬥卡手，你去鬥卡手。這個是路正學，這個是路好，唔通去開這個冇樣冇食薰、食啉酒、白酒，這個物件呢，這個累來達過波斯，一記一個人賺988千，你賺下自己食幾包嘅飛機，5塊嘅飛機，安怎你無想啊？你若是攞到呢，你後個你要出事10 million 來。攞到波斯路米零誒，所以最要看第三項、第四項 beneficial conduct， kita cari啊，啲波斯嘅點聲啊，咱得看咱嘅心。我今日若是買一包嘅粿條，還是買一包嘅物件要互我阿嬷食，還是我阿爸食，蝦米意思佇我嘅心？那是对这个几哪行，就是好话。对我看到我妈，我真正赡养我妈。因为我阿爸少年时，我阿妈今日饲到我人安尼大。我买这包物件是讲我想到我妈会好，了我通啊伫外面伫食好，我通啊买一包互我妈 special 的物件，我买转。所以不得讲，这个就是讲啊。你嘅波斯真正关定，对你熟咧嘛？第二項對我吉善我嘛？伊次次甲暗老人徛買食，漸食配豆珠配唔知豆珠啊配下面我唔知啦，真正佢根本咧漸食只無樣，根本嚟講，一半項我必須好食。and then 下面數我看我嘛3。我必俾 special 可以食，所以他媽是對少，他那是對吉善。第三項啊，對情，你我嘅情安怎要還我媽嘅情？你看啦，日暝漸想我人，大項愛我人好，所以你若是啲波斯，有了安尼款嘅行在啲你心，你波斯是關定。特別有嘅人聽到經咧講，若是波斯嘅好嘢，我睇下愛骨啦，大隻波斯啊，我要好做好嘢，人後鬼買做，這個就較垃圾，這個是對貪。是無聽到我是你阿爸，
了路人就无点，自己个暗点俾炒饭杂杂咩，好我食。安尼看只可能70岁了啦，无着久就要死了啊！睇你无点着一刮痧，阿爸我杂咩要过条路都要刮痧死你叫我了喎。垃圾，所以你这边你看，不得讲啊，你就要 analyze， 要破开看你虾米款的心。咱来看保险有对3项，一项是啥物啊？有的人保险是体验，这物件伫互人呢，食、穿、金器，还是虾米物件？你欠用物件，喙齿过喙齿边，伊买互你，伊做互你，这个是 material things， 外漂的物件，外面的物件。and 这个是叫阿米沙达纳。甲你个就好款的人啊，互人袂惊，互人袂惊，伊是叫做阿巴亚达纳 fearlessness。这个就是啥物啊？有的人爱做买物件来帮生。你看一个物件，你唔使看说四脚蛇来了，你看伊人大伫万山，你看四脚蛇大伫万面前伊。睇8只，我睇了一卖，咱个一只一看啲拉面西，我的朋友就有着安尼，所以会惊，袂晓讲。特别你若是讲有影白两3个朋友啊，我买一只，啊袂睇啊，一只，若这类你讲4块，啊无你出2块，我出2块，买点去放，这个你互你禽兽啊，互伊无惊，你救的命。所以这个是真正关键的物件。有时你看到水滴一只蛇，你知一直滚向，虾米属于滚向？伊卖死，伊若是死卖滚向，死看咩来啦？伊就卖滚向，虾米是滚向？伊就卖死。所以伊敢卖死，伊惊一吼，你若是会来救伊，你是互伊救伊命，无互伊惊。第3项。保险是我逐个伫做，这个第3项是叫达玛达纳，保险家人做好。今日你看，袂使讲我自私，有的人会想讲伊人小心自私。今日我无自私的人，我直接讲4、5斗会经。人来咪多时我讲，人来过一班来我讲，有时讲甲暗暝。所以这个我保险，虾米事我就保险，因为我才讲啊，这个保险啊，把这刀卡手啊，真正聪明跳出苦海。所以我若是讲，今日我若是坐到老到80岁，佫未成功，我希望讲这个我摊下啲保险，这个经，把日互我快跳出这个苦海。所以你人若是听经了，你人是看生阿妈阿爸。啊是你小弟，啊是你小妹，这个就是如果做保险，这个就是真正关键的保险，打嘛打啦。所以物件，甲互人无惊，甲互人这个打嘛惊这复发，这个就是3号款的保险。特别咱的保险本是上本，个2号款个一样分开啊咩 ？3 standards， 这个是。强啊！这个是只关顶、强顶甲下顶。关顶的特别互人是较好的物件，这个人较济是真下久渐渐有保险的人，所以拣互你物件，好的物件就互人，无好的物件卖互人。第2款的人啊，我若是去食粿条汤，去食啊，我来，我讲阿伯，你爱食粿条汤无？你爱食，我叫一碗互你食。这个就是中度的，个2款的人像咱妈妈讲，伊逐个好物件，较无用的人，若是讨3块呢，讲啊，所以你3块无，我厝内装迄着烧啊，无半项了啊。了你下啦，你去捡咧，故事做查某囡仔3块卖清了诶 ，out of fashion 了诶，那阿伯也去用，互你查某囝去用，特别用你消化，苦一当年啊，snap 落去了，安尼如不20、30年了。所以这个就是较假。第2项啊，咱要知啊，保险本有2项 ，external
咱来看伊菩萨逐个伊保持伊的心安怎样？咱来看，伊逐个互人的物件，你欠用虾米，伊才互你。你去保持无欠用物件，伊无互。第二项啊，伊怎讲你欠用，你毋使开喙，伊也是互你这个物件。有的人无，你都无讨，我倒落要互你。我知你欠用，我无互你。特别伊做菩萨的心，伊看你欠用，你毋使开喙，伊也点点互你。第三项。伊若是互你，伊大量互你。有的人啊，伊若是互你呢，加减我互啦，有互就好啦，加减啦。伊若是伫报道要的是我弟，我囝就好啦。我嘛是有互饭，我嘛是有互三倍。何面上大量高热，要互你食饱饱。咱逐一项，第四项，伊若是互啊，伊无希望讲，我互你一个。我希望你互我别项，啥隔壁手边，我看伊个女人大声，了我这边无听到牛肚听者，我爷牛肚，你识等，我一包牛肚互你，你女人大声啊，大家人啊，是讲我互你牛肚，你希望你女人大家人，你唔使日就努力来互我食，所以这个菩萨无做安尼款的人。安尼伊无互保持，伊无保持物件，啥讲啊？会伤着人的物件，啥讲啥物啊？你若是解脱清啦、签啦、毒药啦，还是酒啦，伊无互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害人的物件，伊无互。And then 第六项啊，伊逐个若是互，非常欠用虾米，伊互虾米，非常不应该用这个物件，伊无互。特别我知真正侪人买飞机互回销，特别外面你讲安怎回销大只飞机的，特别去到迄个面时啊，伊买一包卡顿送回销，所以这个改了无菩萨无做安尼款的工课。咱有的人咧，这个也 TV 本互 ，X 本也互回销看，这个改了袂使。这无免费，菩萨无做安尼。咱来对在家人欠用虾米，伊互在家人的物件。第七项啊，伊若是互伊阿嬷、伊阿爸、伊亲戚、伊朋友，还是白白做工人，还是伊某，还是伊囝，还是伊姑里，伊平等，伊无讲这个姑里互较高门的物件。即看伊人菩萨互的物件，即咱学去淡薄这个物件。第八项。伊有当时伊无物件，伊偏讲，我要互你食物件真正好，安尼，安尼知伊厝有，特别刚刚除了伊心疼起来讲，拍算啦，互伊安尼，啊无互伊一个较无好诶，伊无了，伊偏讲要互你 good quality 诶，互你 good quality， 这是特别，是 promise an excellent gift， and he gives the excellent gift， 伊无 substitute 较无好诶物件。第九项。伊无互你物件，伊掂迄角诶物件。有人这物件要掂迄角，毋通掂迄角啦，捞起来看就要互袂去只阿来就互伊啦。伊无互安尼款诶物件。伊伫互诶点声第十项，伊相信因果。了你若是讲啊，即个啊，即个互人看命，人讲即个所以你知故事诶人啊，有时去问翁公咧，人讲翁公讲啊，落当就是讲啊。你去野转来这个物件是无好的物件，就要掂迄角。啊，你讲毋通掂迄角，安尼好的物件、达类的物件，咱来互人，伊无好安尼款的。第11项，伊互来点声，伊无用错话，还是无欢喜的话，也是死啦，是好过啦，伊无。And then 伊无互伊个 friend， 哎呀，过来。这去只阿分袂了，过来，伊无命，伊无讲要伊死，伊垃圾无欢喜。伊逐个互诶点声，伊讲几句好话，你欠用一个是无哈？我互你一个呢，够无？咱伊个笑一下，这个第12项，伊若是虾米物件，伊看了真正水。真正达类，讲
个是古早的物件，antique来，一看到伊心含爱执着 attachment， 伊若是看到安尼，伊堪要摕即个物件成互人，伊讲即个是毒药来，但是咱唔敢，人猜看，你见尾出来有虾米 antique 啊？咦，即个我就宝贝，甲袂讲唔敢吼，但因为伊做菩萨就安尼样。一那边的这感觉是外表的物件伊号，那边的伊号啥物啊？伊讲是人甲我吐手、骹、目睭，我嘴讲好，我好了。安怎这人我亲像跪落讲袂使啦，好啦，我讲吹出了我好就是好了，我无揪起来的。所以你听他电话，用目睭凹起来互人，所以这样，特别做菩萨啊，伊有当时啊，魔来解脱物件，即魔马拉，malevolent deities of Mara， 也是小人解脱物件，伊无。只小人解脱讲，我咧目睭好啊，伊无，也是魔王解脱，你好我咧目睭，要试验伊，无，安尼魔无欠用即个物件，伊实在要 just 要看你诶，即个就是讲伊用伊地位，伊无安尼。咧第三，咱即个淡仔咱是讲要放生，唔使讲了，即放生啊，就是真正好。即 giving of fearlessness， 有当时有。人厝着火烧水灾，也是冤仇人伫作乱的，也是讲烧反，也是讲禽兽，伊达过出一工来斗下手人，互人无惊，安人的心。了第三项，伊讲真正关键就是保持即个佛的家是佛法，按即个佛法不大本讲。你就要加掉一经，你加点声，你唔通想甲你爱名声，还是你爱讲经啊咩啊？保持啊，你到时你人渐渐来啊，这个唔对了。还咩说？伊有淡薄自私的 idea 伫遐边个，渐渐惊伊无通食，安尼款伊讲袂 no， 袂使做安尼样。And then 伊若是教经要知安怎样做，伊这边讲 methodical instructions conducive to 三项。你要教经就要有 method 有路，头一步，第二步，第三步。and 你要知这个经对无对，你人就要想三项。我对了安尼款的经，我即时会快乐未？ Can it be conducive to my good and happy life in this present life? 他那我就保持，我保持我阿妈，保持我阿爸，还是保持这个出家人，伊渐渐去教经给我听，所以会互我快乐未？这里你来听我伫教你人，你对了，你当然会讲苦，袂苦，你 at least 有快乐。And then 阿爸阿妈，你保持达人学咯，啊咯，一个囡仔真正有效咯，日日咁渐渐买物件叫伊妈食，伊妈买食叫食，阿妈喂，我看你食我欢喜，食啦加减我买来了。所以伊讲 ，in this present life， 你对达咯人的家事，莫去插达咯，你对了伊个家事，即时你真正欢喜，真正快乐。对后事，你本真正欢喜，真正快乐。 安怎会知后事？你要死的点声，拢总知了。加减，我都甲你讲，人若是做好是好的物件来去天台啦；人若是做恶，好兄弟去天台要落地，要落牛鬼了。你念落往的这个牛头尾面去天台，你是地狱了。还是讲有当时你看到山甲海，还是讲火啊哈咪啦，这个就是讲禽兽了。 所以这边你看 ，next slide， and 第三项，我直直对了，我人直直变，贪心变无贪心，歹生地变无歹生地，and then 光的人变成有智慧，
人问我虾米，我会答应。这个就是你就要接受，讲这个路是对的路。啊，过这个经又扯讲啊，到你要知安怎样？那是一个人，你看不到逐个，伊那是去导虾米人啊？伊听到伊有一路，伊 message 是一路。听到头一项伊讲，你知无？世间虾米事？有的人巧，有的人有累，伊路是安尼。所以你看我逐个讲紧，我对不到的路，虾米事无人出事无平等，是对一项。保持啦，咱你就保持。咱你第二项伊讲啊，特别你若是保持了，你爱出事有累；特别有累了，你若是讲就是来得命，好无？无好，那无好咱们做，唔通实成。咱你有累来出事了，累渐渐一直去，互你激心，互你激心，你教会互你激心，好无？无好，我教会就要互我快乐，你唔通偷摕。第三项。你有累了，你特别累，家庭自己干啥帮办遐甲帮拜手好无？无好，爱啥物啊？爱闹闹人讲话，真正甜，真正亲啊！安怎做？第三界唔通破。你第四界咩啊？你爱无你好日特别玩笑人济，爱无个卖了你唔通骗话。第五项，你来出事好日人，特别你戆戆大大好无？卖哦，我袂搞搞的人啊，你唔通食酒。所以第二项一格，保持。受戒，安尼你保持你受戒，你出事天顶，所以人听了哦爽，特别唔再讲，到甲伊 ready 了，你就要跳去知，到底天顶本是冒险，哈？天顶个冒险呢？是，安怎不是啊？你未通做好了，你想要保持呢？无人爱要保持。结果我若是在啲天顶，我无通食。特别我有心动啦，我来想要食脂肪饭，脂肪饭来了。一你来保持食啥物啊？我互你食牛奶鸡，牛奶鸡我买啥物啦？牛奶鸡出来，当中心动啦，天顶未保持。这天顶嘅受戒咩？受8万载本个。你啥物事啊？你受你看。阿布拉马加利亚第三界，查甫袂使动着查某，特别你住伫天顶啊，一个红光500仙女啊，安咱Miss Universe 去评个仙女啊，像个一只盲鸡安尼啊，了咧仙女个安尼是个来打铃啊，咱你顿坐顿行啊，去这边行啦那边，你会受讲咩？头壳滴出昏。未出魂了，未了。说天顶是，说武大讲啊，在啲天顶冒险，无机会通做好。咁无机会通做好，你大只久，大家咧因果了，扑落来了，来落来了，你在啲天顶成歹去了。这边那是食着买配豆乳呢，讲死鬼啊，那歹命个安尼，哇！你。因果就无了啊，买配头猪本是就感谢天感谢地了啦，有个人个无买通食啊，伊条表你去看食树皮呢呀，所以你看不得价。啊，这个伊讲啊，保持受戒天顶，第四项冒险，第五项他们训练挂这个贪什么？贪这个绿金的爱，在啲天顶看着水水，天空味着水水，耳仔听着那另外，嘴啖着仙丹，望着仙女的水甲会骨啦。所以讲这个是冒险，贪了金的这个绿金的爱，and 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是叫做 liberation 放生了。所以这个人若是伊讲叫的经是这个就叫咯，保持受戒。天顶冒险 ，and 安怎要脱离这个冒险不正道？所以这个路人听好好，这个个了。第三项看啦，我要来讲看啦。真正这福建的再来，唔知有点啥人讲故事无啦？我听讲真正这人讲要听我的故事，啊，真正这。你知无啊？你看一条、两条、第三条的小鹰啊。第三条的小鹰啊，伊就苏美达，
佛教的点声头一个伊下愿，安尼去半夜家伙你看，一箱一箱做路体，安未来伊头一道伊做菩萨，伊就要训练布施。做了这10项，每时佫就要做布施，安尼布施就是这个一千经，你看这半夜囝，这个小婴也是无虾米好，特别你去看上暗的，你看。囝甲一个后生甲一个查某，一揽紧的骹的时，你看，人听这一千经，我真个捌讲5日。你看这佛经再来，伊伫做菩萨的点声，有一回伊出世，伊是做这大先生，啊，咱食老了，想变身了，咱伊出家做圣人，啊，伊一个学生对伊去。啊！咱大啲爸去修行，咱自己看到一只老虎，摇甲安尼，这只老虎是伤着了个生囝，囝都无灵，因为伊无通食，无灵了啊！人讲安怎惨啊！伊看到伊囝摇甲3摆念，伊囝伊分要食，所以囝不到摇哇去要食灵阿妈，安尼阿妈哦，要食囝了。俺囝知伊阿妈要食我，要教我走了，确定跑到摇过去。俺咱你看，这个咱的菩萨，伊叫做圣人看咯。俺咱讲的学生囝，伊讲伊 assistant， 伊讲你看，俺你跑到摇啊，阿妈本要食囝了，真正可怜。俺一只下就想着了，伊叫你学生，你看咩去找肉来互这只老虎食。伊毋是讲伊到底要叫伊学生走，所以讲你看咩去找肉，这学生就走去找肉呢。这边一条路老好诶，这边是肉甲骨甲血拢总你食啦，按一条路或者老好食。所以你看，这个是布施，特别你人若是会做啥个安尼，我恭喜你人。第二项你看伊讲啊，伊有一回伊出世做兔。and then 你看，一个老乞食大啲包，and then 来讲啊，and 佢就一个这边啊，有个人爱笑讲，你人佛经啊来咯啊，兔会讲话个人呢，特别你肯看迄个这个 commentary 啊，佛经嘅 commentary 是安怎讲啊？我读阿摩字人咋 ？The line dividing human from Naga Yakha Devas is very thin and narrow. As that dividing human and animal.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m are often recorded. Animals are recorded to have listened to the Dharma. 这边啊，这 Dharma 这个巴利文的 commentary 是有讲，这个啊，分开这个红光神甲人，是啥一条魂悠悠的魂呀？上甲这个魂啊，上甲这分开禽兽甲人，因为佛经的再来，真正接到禽兽讲话甲人，红光本讲话甲人，咱佛经的再来本真正接禽兽听经本学。所以这边咱的在，若是讲我若是讲安尼款的故事，咱唔使笑。安尼新鲜这个祝福的时啊，新鲜特别你啲爽的时啊，人真正火烧真正长，几若8千年，人真正忠直，袂晓骗话。禽兽看到人无惊，他咱若是禽兽看到人，若是一只蛇看到人啊，你知蛇即安怎讲话？你若是看到两只脚的禽兽啊，你无走死啊！你后面说家就讲压他来，压得过来。这个蛇个了本在，得过个蛇你是日本来了，走。这里蛇不是吹咱，咱渐渐看到了，咱就认，所以啲人渐渐离开咱啊。所以上拜看啊，想玩笑人，特别开始新鲜 ，beginning of the world， 那是人要听正啊，我把日在讲这世界安怎成。人禽兽拢总讲来讲去讲话，你笑我笑，你告我告你。你迄条是人无恶毒，你这条第二条的故事呢，有一个伊出世做兔，咱你看到这老乞食，
อันนั้นอีกเราคิดจะไก่โทษกองอายาว่าทำตัวที่ปลาโบทางจะไอ้กองเฮ้ยกินรู้น่าสิโบทางจะรู้เขียวช้าที่จิบผาเฮ้ย所以这类老人就เขียวจิบแป้ช้าขี้เฮ้ยแล้วเฮ้ยโต是讲他等于รู้จัก修陀所以有位头毛有位上古要可以骨肚还没走อันไอ้เที่ยวโลที่เฮ้ย要好人食所以这类你看过一过一做圣人大的包但你食下面无牛奶无饭无下面一点吹就好款的包的肉来食甲它食咧叫做 Gara leaves 食这类肉都本地安尼甲它食这类肉无盐无下面摕咧肉活淡无水安尼就听台冷了就摕来煲食一盘的安尼到甲伊要食的点声伊大的圣人伊受戒归我不食安尼伊啲要食的点声这个老人来，安尼看着这个人，因为讲要食无，袂，你有物件通食我爱，所以规盘的这个肉，伊好这个去食。马仔按迄一日伊无食，马仔伊个要食，马仔本安尼点声暗要食，过去食来，伊个好无食，第三日过是安尼想，马路伊直直好。你看伊人啲保持无像个咱啊，我先食饱有剩我才好你食，样无。嗰一个伊来出世叫做 CV 王，这个 CV 王啊，就是进家伊来出世，到底好叫印度是进家部，按伊在出世嘅时，伊逐个6经诶叫做中破房伊起嘅，主互人食无累，东南西北。四间，到底咧市场嘅当去起个一间，到底王江嘅边啊，个起个一间，6间，按一日一间开100千，6间600千，单日一直开，安尼到一个点声，一点无点一声，我逐个啲河呢是河人食呢，安尼河安尼借我无满足心，反正讲，但係 boss 阿弟。伊讲今日若是地好呢啊，就若是敢往来甲我讨，香菇骹手，伊阮目睭我分学互伊，伊这边少年啊，天公在哇，这个人安尼大量，啊天公叫你变咗一个去食下来，因为这里毋是去食，伊是 all Brahmin 听咩？安尼你看着，就往就看着，那只 Brahmin 讲往为往。我呢脑里听咩？下晡你互我一蕊目睭呗，你脑里你互我一蕊呗。特别你看一问这个老人，就追叫你来。伊讲天公叫我来啊，天公讲我若是趁着一个好目睭，我通看着天公要抖骹手啊。我互你讨一蕊，我要互你2蕊。安尼特别来啲王将，所以这面嘅因讲我要互你2蕊啦。伊来王将，伊叫伊一个surgeon个泰国嘅老官，叫伊老官是我家来，我2蕊目睭互一个老人。你知啦，规个北间汉讲王要讲咧，目睭要互人，规个北间嘅人来王将，伊。将军也某也囝也亲戚，拢总跪落后边，伊是去食命安怎呢？也是袂使，你互伊啦，累啦，下面你互伊厝啦，买车啦，你互，但你去学目睭互人，你看伊讲啊，我嘴讲好就是好，我互2蕊means 2蕊了，袂使救了。这个我的原先呢，做菩萨伊袂使骗我。and then 你看，好努力，and then 拢总好啦，伊这边老官有哪刮有哪准啊，你来往个目睭来刮咧，你老人摕来斗，伊是天公来摕来斗，好了。咱无目睭了，就买来大啲王将几哪日来讲，咱目睭个无钱了，做啥物啊？我要做圣人，了伊出点啊，大啲个花园，王嘅花园。
上边起一个厝囝，了伊做圣人，来到咧尖声天公去，咱你听着，人惊，讲一追，了这天公就讲是我天公，天公，你来做虾米？我想要来甲你斗骹手，了天公讲啊，你若是爱呢，我互你，你买虾米？你甲我讲，了这个王四位王讲。王的王，到脑里目睭无了，做人本无用，我爱死。你爱死成虾米事？因为我无目睭了，免做人了。我有囝，互人囝去做王了，我免了，伊满足了。伊讲你趁你目睭都对，特别你就要啥讲，叫做 act of truth， 这 act of truth 咱当人话我不要讲啊，啥讲你就要讲实的话，有影的话。咱你讨讲，若是我讲的话，有影诚实，我目睭来倒转来。了尾来伊才讲，我逐过看到人哇来甲我讨物件，我的心上啊欢喜，上啊着买标啊呐。一个人来讨物件，今日来了讨物件，我看到咧人，我欢喜心。人无菩萨心啊，看到死鬼就去食，点点过来，自己感过来，面前啊看到水啊，自己感，咱轻轻来吐个水，这个就是无信的人。你看迄菩萨，伊讲看到才看到着标，伊讲到即句话，我若是讲有影，互我目睭起来，所以一蕊目睭有了。咱个第二项，伊个吐。人甲我吐一蕊，我好两蕊，我好的尖声，我欢喜心，我无讲啊，无欢喜，吐两蕊弹到对。特别弹了是啊，这个两蕊不是讲伊故事的目睭的，这个是对这个现今伊的心啊，伊叫做 act of truth。这个目睭伊弹的，会看100里，会看过壁，会看过山，看过海。伊叫做 divine eye 来，所以这边伊保持，咱有人看这保持的尖声，伊这做菩萨的尖声，头一项伊保持，到这个10个波罗蜜了，最后尾到伊保持这一千经，有人看伊这保持的尖声，人来甲伊讨囝，这开嘴讲啊，我。教员就一个少年某，我某针逼我卖路财甲查某间，了我是去食人满啊去找路财查某间，无你互我咧囝甲咧后生，伊一下呢讲你看，一下就讲呢，伊好了，大啲面前，一个去食住宿，就拖个囝走，特别拖个囝走，人讲囝真正小阿爸揽紧下骹。就揽紧个阿嬷无伫阿爸，你人掠我来好，请带阿嬷转来，我收拾个阿嬷好无？你看，莫离开，也落山顶有饲树伫家食，这树伫家食老回了。你看，我千金小姐，我哥哥一个太子，好了无要紧啊，人拍了老回了。咱讲我做阿爸都唔敢，特别伊未做半项，好就是好人的啦。你看我咧1000经人去听话，是真正好。咱不要紧，你看暗暝伊转来，你看妈安怎小囝，妈就转来看囝到落找无，咱每伊未应，但下到我判定，讲了未讲，未来安怎做？规暝阿妈大啲爸弟弟讲两句话。家里干哈子呐？伊叫伊家里伊后生干哈子呐？伊走啊！一暝大啲大巴有老虎有枪有蛇，15支手啲欢啲大巴直直叫囝，你看妈的心，真正若是讲若是囝不好，叫你啊上啊多啲挂妈的心。所以人听咧1000经15地前5地向边，你人来听了少人家唔通对爸母安尼，想讲无效，还是硬话。你看伊人啊，真正俗囝，但是你人大汉了，你人把你只知 ，How mother loves children。
我故事上袂晓，我故事细汉无阿嬷，我毋知，但比我读这经有哪读有哪老朋友，所以到这边为止，咱来回想。马仔，佢后礼拜我讲逐个菠萝蜜修戒嘅菠萝蜜啊，伊当咩呀啲人好多，สุกิตา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wata ca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kta anu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ya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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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